哇，看出来呀，今日一系列嘅课程，大家对客家戏曲有较全面嘅认识无啊？其实呢，爱做戏曲实在无按改，咪希望大家呢做得多多来支持呢，更多嘅艺术。特别呢系人呀戏曲，咪因为有大家嘅支持，按好嘅艺术价值，将做得继续流传，将人嘅客家语言强用，希望呢也条嘅发展。做得继续传承下去，像爱自家要当中的戏曲，要希望大家做得强下来注意，也条艺术嘅文化。我係今日嘅主持人李嘉，今日嘅客家戲曲嘅課程就到呢邊了。客家名路好嘢，希望大家有機會上嚟了，另外繼續來注意，更多精彩嘅課程，希望大家強下來學習咯，上嚟了。